今日嚟到黃金海灣二期啊，本來差唔多收樓啦，但係最近推遲咗啦，去到2026年2、3月度啦。依家就開現樓賣埋啲貨尾啦，有啲景觀係幾靚嘅，係賣現樓先賣得到啊。發展商就旭日國際啊，比較少新盤，所以我哋會睇多少少啲用料啊，同埋啲間隔有冇話同其他新盤有太大分別。暫時睇到呢度大堂位置都冇乜特別大分別。嚟到重頭戲，我哋睇咗啲海景先。呢個項目咧，其實如果你要海景咧，佢性價比都還可以嘅。但提醒翻咧，主要嘅海景咧都係會係大單位，呢啲好似依家我哋睇緊呢個啦，900尺，咁佢係永久海景啦，前面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遮擋嘅。成個黃金海岸呢邊咧，基本上要有呢啲海景其實唔多噶。之前我哋睇開嗰啲咧，全部都喺掃管笏入邊啦，要有呢啲海景基本上就冇乜可能噶啦。客廳位置有呢個細房仔啊，好多客都話會打通佢啊，變成大廳。冷氣機壓縮機咧就擺晒喺工作平台啦。單位就900尺啦，就3房1套連工人套房。成個項目咧，其實呢2、3個單位係最靚景噶啦，已經。如果你話揾啲海景咧，係得呢2、3個單位可以揀到。當時咧賣樓花，冇話賣得太多，因為大家唔覺得呢個海景有幾靚。佢哋發展商咧睇完海景之後有信心，特登開出嚟咧，你眼見呢個海景其實一開咗現樓之後咧，都賣咗好多間。用料同手工方面都見唔到話有特別大嘅瑕疵，同平時嗰啲大型發展商嗰啲感覺都差唔多。當然啦，梗係去唔到新鴻基嗰個級數啦。由於佢咧要就翻個海景啊，所以佢啲積咧有時唔係太試正啦。呢個大單位咧已經叫做好好多，一陣有個2房可以大概睇得更加清楚。其實黃金海灣呢邊咧，佢隔離就係帝御金灣啦，而我哋行過去黃金海岸個商場咧，其實都算近噶啦。我哋睇多個2房啦，見到呢度咧有少少轉角位咁樣，呢隻積咧就係因為佢要扭個方向咧去海景嗰邊，所以門口位嗰啲位置咧會冇咁試正。其實前少少咧仲有忽住宅用地嘅，所以呢啲細2房咧個景觀就未必係永久海景。你都見到前面係有笪空地喺度啦，所以頭先大單位嗰邊咧嗰幾個景觀係比較有保障啲嘅。如果比起掃管笏入邊咧，其實呢個樓盤同埋帝御金灣啦，佢都係比較受歡迎少少，因為比較近黃金海岸嗰個商場。而交通方面咧，有巴士同小巴啦，基本上你行1-2分鐘就已經有個巴士站喺隔離㗎啦。如果講翻價錢咧，如果頭先冇乜遮擋嗰啲咧，價錢尺價大概13,000到15,000之間啦。如果有興趣咧，都可以安排睇現樓嘅。如果覺得有用咧，可以幫忙訂閱同點讚啦。如果有啲新樓收樓都會過去同大家睇睇。